西班牙掠奪美洲黃金與帝國衰落在16世紀，隨着哥倫布意外發現美洲大陸，西班牙迅速成為了這片新世界的殖民霸主，其貪婪的目光緊緊鎖定在美洲豐富的黃金資源上。這場對黃金的無盡追求，雖然一度讓西班牙帝國光芒四射，成為全球最富饒的國家之一，但最終也成為了其帝國衰落的催化劑。西班牙殖民者到達美洲後，通過暴力、欺騙和奴役等手段，從當地印第安人手中掠奪了大量的黃金和白銀。這些貴重金屬如同潮水般湧入西班牙，不僅極大地豐富了皇室的金庫，也推動了歐洲的經濟繁榮，尤其是西班牙國內的工業、貿易和金融業的快速發展。一時間，西班牙似乎建立了一個以黃金為基礎的帝國，其影響力遍及歐洲乃至全球。然而，黃金的掠奪並非沒有代價。在美洲，西班牙殖民者的暴行引發了原住民的強烈反抗，同時由於殖民者帶來的疾病如天花等，導致原住民人口急劇下降，社會結構被徹底破壞。這不僅削弱了西班牙在美洲的勞動力基礎，也引發了更深層次的社會和經濟問題。更為關鍵的是，西班牙帝國過於依賴美洲的黃金輸入，而忽視了國內經濟的多元化發展。當美洲的黃金產量開始下滑，以及英國、荷蘭等歐洲國家開始挑戰西班牙的海上霸權時，西班牙的經濟便顯得異常脆弱。此外，西班牙皇室為了維持龐大的軍事開支和奢華的生活，不斷將黃金用於非生產性消費，進一步削弱了國家的經濟實力。隨着時間的推移，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逐漸失去控制，國內經濟也陷入困境。面對英國、法國等新興強國的競爭，西班牙的軍事力量顯得力不從心，海上霸權地位逐漸喪失。到了17世紀，西班牙帝國已經陷入了全面的衰退之中，其曾經的輝煌和榮耀成為了歷史的一部分。西班牙掠奪美洲黃金的故事，不僅是一部充滿貪婪和暴力的歷史，也是一部關於帝國興衰的深刻教訓。它告訴我們，一個國家要想保持長期的繁榮和穩定，就必須注重經濟的多元化和可持續發展，而不能僅僅依賴於單一資源的開採和出口。同時，尊重和保護人權，維護社會穩定和公平正義，也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基石。